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是庆祝我们教会44周年的生日，也是父亲节，求神恩典跟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要先做2个祝福跟请安第一个是祝富强生日快乐，我们给隔壁来互相祝一下好不好？来，祝富强。那再来呢，给左右边有当爸爸的祝你父亲节快乐，再祝一次。好，感谢主感谢主，每一位爸爸都是神特别设立的我们求神眷顾恩典。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分享主的话。慈悲的父神，感谢你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跟赐福，在44年来，在每一个世代都有神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富强教会平安的走过到今天。我们要献上感恩，也要领受你的话语来指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为每一位父亲献上感恩，求你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能力跟智慧，在带领家庭无论是健康身体以及各方面都蒙神特别的保守。感谢主，求你恩典跟这一些所有恩典的爸爸同在。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从圣灵得到感动启发跟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聚会呢很紧凑内容也很多，所以牧师用比较简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叫做扩张帐幕，见证基督。等一下有经文会复习一次，那我们就直接跳过来。第一个，我们是先献上感恩，周年庆典献上感恩。那我们教会呢今年44周年，感谢上帝美好的带领。首先我们第一点要感恩的是我们的属灵前辈，一共44年，从当初到现在都有神特别的带领，他们辛勤耕耘，留下了美好的榜样跟产业那也许在座有的弟兄姐妹比较晚加入富强教会，所以牧师呢其实人到一个年纪很喜欢讲故事，很讲历史，是因为他已经经历过所以如果还没那么老也讲不出来了但是有恩典不讲那就不行了。那我们教会呢设教44周年，算起来不长也不老。那我们常常在讲说，那一个世代见证这个祝福跟恩典的，那我们教会其实44年很多都还现在我们当中。那也许到了80年、90年、100年，当初见证的人就到天家了。所以牧师要跟大家回忆一下44年是什么意思44年在1976年，不知道你当时在哪边，稍微回忆一下你是在读书呢，你还是刚出生呢，还是你还没出生那1976年从牧师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那一年牧师正式进入神学院来读神学，准备要献身不过应该故事要再往前一年讲。往前一年呢我们长辈都知道说，那一年刚好是我们的老总统蒋介石他过世因为最近李登辉先生过世嘛所以会播一些以前的影片哇，那个整个全台湾都在那个追思我们那个时候还唱好多那个纪念歌到现在可能还会哼几句啦不过今天的重点不是这个，是说那个时候台湾还是在一个很封闭，其实也是产业经济开始发达的时候。那个时候政治也蛮肃杀的。不过因为老总统过世呢，他是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告别礼拜。那特别是当时的我们的这个总统的牧师叫做周连华牧师呢，他来主持，其实是全台湾的电视都转播，所以那个时候好像一个关键，很多人才知道说原来教会是这个样子原来教会的礼拜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们也借那个机会呢，周连华牧师成为全国性的一个知名人物，我们全台湾各地呢都会举办了培灵会、布道会，请这一位周连华牧师来见证，因为他口才很好，他还帮那当时出名的布道家叫做葛理翰牧师呢，他用英文讲到，他随立即翻译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氛围之下，台湾开始大家意识到要传福音。那我是隔年的现身来读神学院，来读台南神学院，这样已经44年了。不过同样那一年，为什么我们教会设立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真的要纪念一再的述说，就是我们第一任的牧师王忠信牧师，那一年他刚好从台南神学院毕业。那非常的奇妙，因为我们传道都要被派哦，你抽签，你抽到离岛，你抽到花莲都要去，但是他竟然被抽到台南。然后呢，他的家族有这个感动。当时呢，我们教会这一块地是他的爸爸叫做王寿禄医师，是台南的名医，是第一位到德国读医学博士回来的。他的年纪算蛮大的，日据时代还参加过我们所谓的文化运动，大家都读到这段历史哈。那是台南的精英分子，但后来他信主了，然后他的儿子读神学院毕业，他们就奉献了这一块地，不只是这一块地，还包括他们的家族提供的所有建堂的基金，当然也包括我们当时开始设立不少不多了哈，我们会有不多一起参与的这个建设。神在刚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美好的恩典，就透过王牧师的家族，就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棒的根基。那一年也刚好是台南神学院设立100周年，100周年，刚好王牧师毕业那一年。我记得，因为我那一年进神学院嘛，看到很多台南神学院庆祝100周年的一些资料都还在哦，看到一张照片，就是我们王牧师呢，当年呢演了一个福音的剧，演谁呢？就是演台南神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巴克里牧师。他怎么样创立这个神学院？他怎么样传福音所以王忠信牧师人很高，很像外国人的，一穿那个大袍就很像他就演这一位巴克里牧师。那神在那个时候把这一块地，把这个教会来赐给我们。然后14年后就是我们教会设教14周年。就是很奇妙，我跟谢牧师呢被聘请，我从澎湖租了一艘小渔船，把我们在七美这个离岛的家当书一箱一箱的送上这个渔船，然后当夜呢搭渔船来到安平港。那一晚很奇妙，那一晚呢台风来临前夕。我们想说赶不过来就麻烦了所以就有一种类似冒险的感觉，船就开出来了。没想到在海中一片的飘荡，所有的海水都灌进来了那我们就是在风雨当中，很像今天又有台风警报，对不对那30年前，我们在7月底来到台南，来到富强教会，成为富强教会的牧师。也在那一年的周年庆，就是14周年庆那一天就任所以等于是离现在30年了。我们的14周年的周年庆，谢牧师就任在我们富强教会。那我们想说这些故事呢，当然讲不完，你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教会的历史，教会的一些纪念周刊、纪念的年刊。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产业那在教会的开设初期呢，原先的目标设定其实是一间小而美、温馨有爱的教会。各位曾经经历过第一代礼拜堂的都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礼拜堂附近周围都是空地耶。中华东路一看就看到富强教会，那个时候是一个白墙一个十字架，里面曲径清幽而且还有弯弯的路，还有盆栽，还有树，还有花园还有2个庭院。那时的富强教会的会友真的是像一家人一样。
因为当初他们设立的时候，也就训练说，我们教会要一个成为有爱、温馨、温暖，虽然人不多，但是很像家庭式的教会，大家彼此相爱。果然，那个效果达到了。记得当初呢，牧师在30年前来的时候，当时跟牧师同一辈的弟兄姐妹呢，很喜欢在礼拜天不回家，那个时候也没有爱餐，大家就去买东西回来煮一煮，那就一起享用哈。有的喜欢吃海产的，还跑到那个兴达港那边去买了渔产回来再煮一煮一起吃。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庭院，那当时的厨房就是牧师馆的厨房，因为那时候1楼就是牧师馆。那时候感觉真的很温馨互通有无了哈。看起来一切都很美好。不过走过这40年，那我们已经经过4任的牧师了。神把原先这个小而美、温馨有爱的教会这样的本质继续留在我们当中，但是他另外一个目标是，你这个温馨有爱、小而美是要扩大成小组的温馨有爱、小组的小而美，但是要扩张我们的帐幕。这是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因为当初没想到，我们在30年前刚来这边赴任的时候，还不到100个弟兄姐妹，但现在我们已经固定大概，虽然疫情的影响比较少，不过我们都400-500个人在做礼拜了。那400-500个人怎么小而美呢？是因为神在我们当中设定了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让我们在大教会当中有温馨温暖在眷顾的羊群的小组。那这个小而美跟温馨的爱能继续存在。我们的互相人呢，培养了爱主、热情委身、建立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教会文化。这是我们现任的长老还一直在肯定的，因为他们从起初到现在见证说，我们互相教有什么样的产业呢？我们是合一，我们是不分党派，我们是彼此相爱，我们是彼此同心的。第3个是我们教会每一个阶段在建造、福音传扬都有上帝奇妙的带领，所以我们就持续的成长。我们会这么说，是认为说我们教会其实历史不久，才44年。如果说神的命定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留在一个非常温馨温暖、大家大大小小都认识的一个小教会。有的教会他们已经40-50年了，也许还是保留了原来的样子。但是神让我们走过的道路，竟然跟当初我们的前辈设定的不一样。那不一样不是说他们的愿念没达成，是因为神给另外的礼物、另外的恩典，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边设立。怎么扩充呢？我们没想到在社教大概30几年就重新建堂了。不是原来礼拜堂不够，不是原来礼拜堂不好用。那个时候因为是王家建设的，还会用最好的材料盖得很漂亮。但是神跟我们说你要扩展，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在10几年前就决定重新打掉重建。而且神让我们扩展，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大楼的地下室，成为我们一个教育的空间。神把这样的礼物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预测到的，我们原先规划没有规划到这样子的，是神特别带领的。我们还有在这样的扩展当中，我们教会的干部领袖具有这个开创的精神，让我们很多新的领域就一直开创，而且呢，我们的事工就很多元了。我们开设了小组，我们开设了华语的礼拜，我们开设了这个很专业的服事团队，这个是在长老教会的传统当中看不见的，大家也没有不了解或是不接受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教会竟然国台语并用，我们教会竟然各样的服事团队我们的长老统计说，我们大概有2/3的人都加入服事的里面，就大大小小大家都有份，因为我们要服事神。那族群包容，我们有说国语、说台语的有外地来的有新住民都在一起，感谢主。这样是我们教会感到恩典的地方了那我们要说，神在我们教会的设定是要扩张你的帐幕，什么样的意思呢？刚刚那个圣经节已经提到了，扩张帐幕是要寻求神的命定，而不是我们按原先自己的规划。就像你的人生，你可能没办法规划说你会走什么样的道路，
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命定，那互相教会也一样。刚刚经文说要扩张你居住的帐篷，拉长你的帐篷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这些话都很有意思。它原先的设定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所讲的，但是我们今天可能 focus 在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教会也要被这样子扩张。而且他说不要限制，就是不要限定啊，自己自我限定，没有，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他说你要扩张你的领土，虽然在异族，但是仍然要回归故土。那这样的教导，我再简单归纳一下：第一个，扩张帐幕，张大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第二个是放长绳子，坚固橛子；第三，向左右开展，后裔得多国为业。那这几个点都是运用犹太人当初在游牧民族他们要移动嘛，所以那些帐篷都要放在骆驼或是在骡子的身上，然后到别的地方牧羊，然后再把他们的帐幕拉开。那所以讲这个故事听起来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过现在可能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喜欢去那个露营大概也很少自己拉帐篷吧，自己拉绳子嘛，可能自己因为都已经帮你设计好，你把它张开就好了。但是当时的人就是要这样子的会功夫所以用扩大帐篷来表示神要祝福以色列这个国。那从我们教会的角度，我们是怎样领受呢？在扩张的意义包括第一个，教会要建造、扩展，要成长，要拉开这个帐幕，让我们的一个影响力或是我们的教会的界限能更扩大。我们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第二个，基督徒的生命跟灵性要自己的突破。换句话说，这个意涵呢，原先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扩展，上帝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今天是把它设定在对我们教会的祝福，那还包括一个基督徒你个人你的灵命怎么样像帐篷一样扩展，你的灵性突破，你要突破极限牧师希望有机会能够针对我们个人的灵命来做另外一个主题的分享。那另外以弗所书给我们做这样的教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有空你的周报里面都有印到这段经文了我只要是直接来做一个分享就是我们要努力寻求上帝的命定，扩张帐幕，怎么样在神这一段话里面对我们有这样的祝福刚刚我们讲的一个就是说，互强人，我们一起同心，在这个扩张帐幕这个技巧里面，第一个是编织帐篷跟布面。当时没有，现在已经现成的，所以可能当时的牧羊人他们要去把羊皮、骆驼皮或是牛皮把它制作好，然后缝起来，然后让这个帐幕能够扩大。要有人支撑那个柱子，要有人拉长那个绳索。那还包括我们要定身那个橛子，就是定身那个稳固那个橛子。这个意思都是在描述说，我们互相教会要像帐篷一样扩展。你要有一群人愿意加入这个服事的团队里面，因为这个房子扩大，帐篷扩大，要有一群更有力的同工。你要会编织，你要会强固那个绳索，你要会定身那个橛子，因为那个帐篷如果拉长拉远，你那个橛子不够深，可能风一吹就把你那个橛子，就是我们现在那个钉子钉在泥土，就把它拉掉了。我还记得牧师刚刚不是讲30年前来教会吗？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的年轻人也喜欢露营当初领导的就是我们的胡庆昌长老。反正他们去帐篷拉一拉，没想到半夜起风整个帐篷都被吹倒了大家好像要拿那个什么布什么这个塑胶布来盖着才有办法，因为风太大，那个帐篷力气不够。那你要定身你的橛子，就是要有人成为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就很像以弗所书所说的4章12节，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兴起那第二段我们要一起分享说，那从以弗所书所分享的是见证基督，分享万有。好，那刚刚的经文我说我们要等一下一起复习就可以了。
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教导呢？一个是上帝他呼召并应许他的子民是有丰盛的产业跟盼望。从那个经文的描述是说，上帝给你，而且要让你开启你的心眼，就这样的祝福，可能你眼前看不见，不是说啊一大堆的礼物堆在你面前，这个就是要给你的。神应许可能眼睛看不见，就像亚伯拉罕被应许要到迦南地成为大国，他也没看见说哇这个大国在哪边，我的子孙都还没看见呢。但是他100岁，神才应许他一个以撒。那这样是基督徒靠着信心，把上帝应许的产业实现在你的眼前。第二个，他在证明说，神他运行的大能是非常的强大，强到什么地步呢？他那经文18节、19节描述到说，他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这个世界有谁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让他高升在他的右边，成为这个统管万有的基督。而且他说，世界所有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脚下。有空你稍微再认真读这段经文，那个奇妙是让我们清楚确认耶稣基督他的权柄跟大能。他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题讲的是统管万有的，是分享万有的。所以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是万有之首。万有是代表所有的一切，你看得见的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物质，一切的所有的活物都是在他的统管之下。所以呢，我们从这边神给我们的应许，以及给我们一个大能的启示之下，我们一起要领受，在40多年的时候，我们去体会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本质。第一个是上帝是把教会看成是地上的代表，他在地上有谁是他的代理，就是教会。就好像现在我们很注重那个权益嘛，国外很多出名的厂商，类似比如说像那个外国那些高级名车，他已经在台湾设立一个代理商，因为这个代理商他可以有责任、有权利来负责，而且你有什么问题，他就可以帮你来做解决。那我们在世上只有教会是成为上帝的代表，所以你是上帝的代表，这样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第二个，我们教会的责任是受派去拯救罪人。换句话说，就刚刚牧师所讲的，当初我们的富强教会90多个，大家温暖的不得了，天天快乐欢唱，那不是很好吗？也不要太烦恼啊，反正大家在一起快乐啊。但神说，你的任务不只是如此，你只享受神给你恩典跟快乐，那我给你任务是不足的，因为你要去关心别人，你要扩张帐幕，你要去引导更多的人加入这个家庭，一起领受同样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万有。你要享受这个恩典，你要邀请别人一起来享受，这个才是神给我们的任务。所以教会的本质是信的人聚集的地方，但是却为不信的人而存在。那这句就很有意思哈。我们在这边一定是信的人才会聚集在一起嘛，但是不是你们自己内部自己享受，你要为不信的人存在。所以我们天天要想尽办法拉这个人，邀请这个人一起来跟我们享受神的祝福，那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命定。所以一起来彼此勉励，这3个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第一个是我们要召聚门徒，传扬福音，见证基督。这传扬福音不是牧师的责任，是牧师受了呼召来确认、来训练、来鼓励、来呼召大家一起完成这个使命。第二个是建造教会，分享基督丰盛的万有。第3个，我们必须要培养门徒，每一个门徒就有传福音的能力，有传福音的使命，有传福音的技巧。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月底就开始要成立第4期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所有传福音当中的一个方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完美的，但至少是有效果的。
所以我们会邀请弟兄姐妹从小组当中成立一个幸福小组，这是个临时的编制，透过14个礼拜，邀请你最好的朋友、你的 best 一起到这个里面，先预尝了。刚刚说分享基督的爱嘛，分享万有嘛。当他觉得感受到了、领受到了，在座很多位都是曾经参加过幸福小组得救的，那换你哦，要把这样的恩典跟祝福，再邀请更多人来一起分享，这是神在我们富强教会最重大的使命。感谢主，我们的富强教会的会歌，我们不是常常唱的，但是这些会歌已经把我们教会的使命都放在里面了。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用读的再来唱一次好不好？来，预备，来，让贫穷富足兴旺，一起练，使软弱勇敢刚强，生命引领生命，不是实践爱心，让世上让人得真理生命。前面有主领路不惧怕，大家勇敢同心背十架，人人勤读圣经，时时祷告警醒，时常祈求充满主圣灵。灵命更新，甘心顺服，领人来做基督门徒，承接生命受主差遣，宣扬耶稣奇妙的恩典。